最近新闻上说，今年初冬的流感又来了。听到这些以后，你是不是有一点点莫名的紧张呢？对我来说，我一点都不焦虑，因为我每天都在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营养，提高我自己的免疫力。不要小看我每天在坚持打卡的这份抗炎营养早餐，它是我的状态小帮手，越喝可以越让我的身体觉得轻快，状态也越来越好。关键就是它的做法，它不是普通的一杯饮品，是用新鲜的果蔬做的生机饮，所有的食材都是用40度以下的温水搅打的，能最大程度的留住果蔬里的好营养。这些新鲜的果蔬就是给身体清火，再搭配上专门的抗炎粉，能够补充每日所需要的营养。身体就是这样一边清火气，一边补营养，一清一补，双管齐下，身体的底子自然就越来越好啦。面对流感季的各种挑战，自然也多了一份从容啊。